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看看这个媒体是怎么报道咱们房地产的。这个联合早报它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国二手房销售均价9月跌0.74%，连续41个月下滑，就是跌了3年半了当然了，它这个联合早报这个引用的数字都是国内的机构或者国内的媒体发布的。它是中国二手住宅销售平均价格9月环比下降0.74%，连续41个月下跌。我再解释一下有很多人说环比下降0.74%，那感觉好像没有跌嘛。但是你想你要是同比的话，每个月都跌，那你一年下来就要跌8个点，至少跌8%呀。它这已经连续下跌41个月，什么概念？研究认为，二手市场短期仍面临一定压力。根据中国中指研究院星期一就是9月29号和星期二9月30号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100个城市9月份二手住宅销售均价为每平方公尺13381元，就是每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下跌7.38%。新建住宅方面，9月份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6926元，环比涨0.9%，同比涨2.68%，跟那个8月份比是涨了0.09%，微涨，也不要说涨了吧，那至少说明它稳了，这也是个好现象但是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9月份这个新房售价稳住了或者微涨，比去年同期涨了2.几%。那这里面既有什么第4代住宅又有什么高得房率，对吧？你买100平，实际上到手的是110平。过去你买房买100平，使用面积只有80或者70，你现在买100平，到手的是110，然后那个房价略涨了一点，你想一下是怎么回事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说房价稳住了，那就当稳住了吧。1月至8月百城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5.08%，新住宅价格累计上涨1.54%，这8个月但3、4线城市的新房价格整体仍下跌。大家琢磨琢磨，100城新房价格是涨的，微涨，然后说3、4线城市新房价格整体下跌，那你说说，也就是1、2线城市涨，3、4线城市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下跌，而且跌幅要加大。中指院分析说，今年来新住宅市场整体运行平稳，第二季以来销售有所转弱，7月和8月市场较为平淡，9月供应改善带动销售略有恢复。二手住宅市场则维持以价换量的态势，其中重点城市的成交量经由6至8月阶段性放缓之后，9月成交量环比和同比均有回升。犹如重点城市挂牌出售的数量维持在高位，中指院预测第4季度二手住宅的交易活跃度将温和回升，但短期内仍难以逆转以价换量的态势。中指院认为，中国第4季房地产政策将继续以止跌回稳为目标，推动各项已出台政策加快落实。10月下旬召开的20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有望为房地产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这路透社一项调查显示，分析师预计中国房地产价格最快要到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才能稳定下来。这个摩根士丹利他们也预测中国房地产将于2026年年底或者是2027年年初趋于稳定。那言下之意就是这今年和明年，那恐怕还是在往下寻底还要企稳这个新房价格9月份略有上涨，这个跟1线城市这个出台救市政策有关系。因为1线城市它一出台救市措施这个成交量它就集中到1线城市。1线城市的这个权重是吧就更大。上海那个20万、30万一平的房子，对吧？那个一套就是8000万。你说你4线城市一套房子50万，撑死了买个大一点的80万，你跟人家怎么比对吧？人家卖一套顶你卖100套。这个中指研究院它前2年公布的数字还有更详细的具体到1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2线城市，对吧？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总之是二手房是在下跌以价换量，成交量是涨了，但是价格在跌。
我们再看这个小道消息啊，说彭博社啊说最新消息显示政策转向，说地方专项债超发4000亿，用于稳定10万亿隐性债务。由于年度额度没有增加，这直接挤占了投资空间，正在用短期增长放缓的代价换取长期金融安全。政策核心已从刺激增长转向金融维稳。这个是彭博社啊，它根据这个政策这个变化呀，他们得出个结论，目前恐怕是从刺激增长已经转向金融维稳。为什么呢？本来这个地方债啊，这个超发的4000亿是用来投资的，但是说有4000亿并没有用于投资，而是去还那个10万亿的隐性债务去了。挪用了，本来这4000亿是用来投资的，但是他拿去还债，还债并不能增加 GDP 啊，所以说得出这么个结论啊。那么恐怕我们接下来主要还是维稳。我们再看啊，房企的消息。这个今天财经网啊有篇报道说，新城系70亿元违规资金往来曝光，物业公司 COO 杨博被免。新城就是那个开发五月广场的那个他的实际控制人王振华呀曾经因为什么对吧被抓关了几年。前2年放出来的，完美的躲过了这个房地产的暴雷啊！正因为这个董事长叫实际控制人坐牢，所以这个新城控股啊，它并没有在高杠杆，也就是举债，也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啊，恒大、碧桂园、融创高歌猛进的时候，这个新城啊似乎停下来了。因为实际控制人进牢房了，那好像是他儿子主持大局，那么步子就没那么大，显得稍微保守一点，大概这意思啊。那有网友就说了啊，有很多人评论啊，说这个新城控股啊是因祸得福啊，如果他不坐牢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啊继续对吧，跟随啊，或者是学习对吧，王老板、徐老板、杨老板啊，跟着他们一样，也是高举高打。高杠杆举债，那下场也会跟他们一样，所以大家都认为啊，你看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他坐牢去了，反而新城控股得以幸免。但是啊，现在看啊，言之尚早。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整个房地产行业不行了，你以为你没有高杠杆你就能活下来是吗？答案是否定的。他这个报道比较长啊，咱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新城系70亿元违规资金往来曝光，物业公司借款供地产公司偿债和保交楼。过去半年，犹如陷入关联资金往来调查风波。物业企业新城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遭遇停牌，其2024年业绩报告延迟至今尚未发布。9月30日晚间，该公司发布公告称，独立调查委员会已将调查报告与建议一并提交新城悦董事会审议。根据调查结果，新城悦旗下公司5个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与该公司内部账单记录存在不一致，原因在于新城悦相关人员在内部账单系统中删除了旗下公司与新城控股属下上海瑞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资金往来记录。上海瑞松由新城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100%股权，新城系的创始人王振华实际控制着3个上市平台，分别为地产开发平台新城控股、新城发展和物业服务平台新城悦。其中，王振华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控股新城发展和新城悦，新城发展又通过2家公司持有新城控股67.2%的股权。新城控股是新城系在内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业务主体，也就是这个五月广场啊，就是新城控股开发的。那么这个故事我就想大家恐怕就明白了，一个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啊，跟这个新城悦这个物业公司之间关联资金往来，就是新城系啊，这个不就像极了中国恒大和恒大物业之间吗？这个没有任何新鲜的啊，就像你是老板，你左口袋是新城控股，右口袋是新城悦，屁股后面的口袋是新城发展，你3个口袋对吧？这个口袋没钱，那个口袋有钱，那你不是自然而然的开始胡倒腾开了吗？左口袋挪到右口袋，右口袋挪到屁股口袋，这个有什么新鲜的吗？现在咱们这在保交楼，那新城控股啊，恐怕也面临着保交楼啊。但是啊，如果你这3家公司没有上市，不是公众公司，那你随便怎么挪。很可惜啊，他这3家公司都是公众公司、上市公司，那就对不起了，你挪来挪去啊，这个就涉嫌犯法。
徐老板已经去登缝纫机了。这个也说明啊，新城控股并没有因为他几年前对吧没有大举扩张，他日子也好过了，不是的，对吧？资金链一样紧张，现在房子卖不掉，很多房子还接着盖，对吧？过去拿的地还要开发，还要卖。在现在楼市低迷的情况下啊，这个房企日子并没有好起来。他又不像万科，对吧？有个好爸爸可以借钱给他。我们再看啊，前2天咱们节目介绍了一个主营这个中高端豪华品牌的这个家居上市公司，叫美克美家，也是爆雷，而且爆得很彻底啊，连员工工资都拖欠。今天啊，这个美克美家官方回应拖欠工资言论，全力保障经营和团队稳定。近日，知名家居企业美克家居就近期部分媒体与公众关注的员工薪酬、合作款项等事宜作出官方回应。公司坦言，受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及消费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家居行业普遍面临阶段性压力，美克家居亦不例外。公司称，高度重视当前阶段出现的各类经营挑战，并正以最大诚意和积极行动，全力推进问题解决与体系优化，切实保障员工、合作伙伴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美克家居表示公司已采取多项措施，积极优化现金流，推进资产结构调整，并与银行等方面加强合作，全力保障经营和团队稳定，依法依规维护员工权益。同时，公司正推进相应的战略与管理调整，以实现中长期的稳健发展。与此同时，公司也正在与各类合作伙伴保持密切的沟通，积极推动应付款项的稳妥处理，共同维护健康稳定的产业生态。但凡一个公司到这个地步作为员工拿到工资赶紧走人吧，或者骑驴找马准备走人，这个已经不能再待了，没有什么前途只会在泥塘里面越陷越深。这个对这些暴雷企业来说剩下的就是垃圾时间，也等待他们呢，实际上就是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所以他接下来都是垃圾时间，就是在耗拖，反正他也解决不了。但是对员工来说，对个人来说，那你没有必要在那儿耗对吧？你的时间有限呢，你不能把暴雷企业的垃圾时间变成自己的垃圾时间。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房地产的专家孟小苏我看他最近网上传他的视频，说中国未来房价到底还会不会涨？大家看视频国内房价还会涨吗？当年我在中南海工作的时候，是参与政策制定的。我们中国的房地产业它都是有一定规律的。从1956年到1986年，30年间我们没有建多少住房。90年代1亿吨钢就严重过剩，5000万只沙锭就严重过剩，因为内需不足。那段时间企业普遍的这个叫下岗失业、生产停顿，如果不通过房地产的发展进一步的推动内需的话，中国经济就处在这么一个困难境地，陷到里边走不出来了。所以从1996年开始，我们和4个部委就一起组织了房改课题组，我担任了房改课题组的组长。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到了房改以后的第3年老百姓纷纷的买房子，那就需要窗帘壁布这个装修各种创伤用品一下子就把这个生产企业都拉动起来了。钢铁增长到2亿吨还不过剩，沙锭增长到2亿只沙锭还不过剩。当时朱镕基总理说，房地产业拉动了100多个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是随着内需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这之后我们也出现过另外的时间的经济低迷你比如说08年的低迷，08年那次低迷是受到了这个美国的房地产危机导致了全球的金融海啸，整个经济一低迷，大中小城市经济都萎缩，就业岗位不那么好找了，是吧？老百姓要保护自己手里不多的钱财，所以才不敢在这时候买。因为楼市毕竟是一个大的商品，老百姓要用自己现在的钱，包括借了银行未来需要你还的钱，去买下这么个大商品。如果他对未来没有信心，那老百姓是不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拿过去冒险的。当时就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叫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珍贵。但是当年08年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个是4万亿拉动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放宽了对房地产的很多这个购买政策和推动购买，由中央给予的这种楼市信心，很快的
就把这些低迷的情绪啊就给松掉了。所以到了2009年，中国经济又恢复了正常发展，那是我们一段抵抗全球金融海啸成功的一段历史啊。这个低迷的时间很短，还有一个短的时间就是2014年、15年啊，连续的这个楼市低迷，就造成了又一轮叫产能过剩，1吨钢卖到2000块钱啊，它一下降了一半啊。那么当年的煤炭协会的会长就跟我说，这回煤炭行业跌得不轻，说往年煤炭跌5年就能够回转，这次我看10年也起不来了。但是没想到中央就采纳了我们业界的建议，就采取了这个楼市去库存的这个经验，由深圳最早是楼市去库存打响了第一炮，接着就是北京和上海，随后还有广东，这是第一轮。在2015年的年底，到了2016年初呢，就拓展到了像南京、这个苏州、青岛、合肥啊这样一些2线城市，这个楼市很快起来了。上海这个地方房价普遍涨了60%，甚至像南京这个地方房价涨了1倍啊！这样一涨的话，很快的就把那一轮的低迷期给堵住了啊！居民的信心迅速恢复，又纷纷的回到市场。果然那段时间及时回到市场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房产价值成倍增长，获得了很大的利好。现在这一轮和2016年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区别，这时间太长；第二，它的跌落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普遍的是各个城市丢了30%的房价啊，也有人说不行，说你说少了，说我们这个城市啊腰斩了，还有我们城市核心区啊也跌了40%了啊。老百姓的这个辛辛苦苦积累下和通过历年的增值增长出来的这些财富啊，就一下子被砍掉了30%甚至40%。那这老百姓找谁说理去啊？没房的家庭他们是受没受损失呢？他只要是就业者，他就受到损失啊！整个就业萎缩，经济萎缩，相关产业萎缩，很多人就由此找不到工作和收入下降了啊！有人说这个时候房价下跌了，那低收入不可以就买房了吗？他们不知道在全世界这个时候，在全世界各国各地，这时候都不会有低收入群体去踊跃买房的。那个老板都亏了，他自己也下岗失业了，哪有钱去买房啊？所以可以认为楼市大幅度的下跌，它损害到的是广大的老百姓。只有楼市稳住，才能够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其实当年日本也出过类似的情况，在楼市低迷的那个20多年里，日本每年有3万多人自杀，其中47%是因为失去了工作和还不起债。那么日本为什么2012年经济恢复了？安倍这个抛出了3支利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减税政策都出来了那个很快就把日本的楼市恢复。到现在日本楼市已经恢复了10多年了东京的房价已经上涨了60%到80%，其他城市的房价也都涨起来了，日经指数连创新高。日本人包括年轻人又对未来开始恢复了信心。他为什么2012年就推出这些政策？因为在2008年美国楼市爆棚之后，2012年美国楼市迅速的回升。2012年当年美国楼市的销售额一下子提升了19.9%，房价也开始上升，这激励了日本开始接受了美国经验用美国的方式把楼市就给救起来了。而我们中国呢，无论是国外的周期还是中国的周期，它都是有一定规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楼市低迷，它最终还是要进入到复苏和高涨这个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了。从房改以来，我们就经历了若干次楼市的低迷和楼市的再发展。从长线来看，美国房地产业已经发展了249年了，这轮起伏我认为是能够恢复的。大家不用担心中国会不会重复日本失去的若干年，不会，因为中国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日本当年强多了。我们一定要相信中国在政策设计上的水平我们一定要相信中国的国运，我们的楼市一定能够走出低迷实现止跌回稳，甚至企稳回升。这个专家说的对不对呢？我想这个很多人一听说专家说房价涨就一肚子火也有人一听说专家说房价要跌，那也是一肚子火，说你是唱空楼市，成了罪人，对吧？成了这个卖国。实际上这个房价涨跌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既有关系也没关系，这是我个人理解
有关系什么意思呢？那当然有关系啊，对吧？我们很多人呢，这个财富的70%在房子上面，对吧？即便你没有房子，但是你爸恐怕还有套房，对吧？即便你在这儿没房，但是你老家恐怕还是有房。也就是每个人啊，应该都有房子。那这个房价涨跌，那当然跟你有关系啊。还有人打算买房，对吧？他手上拿着钱，那房价跌了，他买他合适啊，他高兴。买了之后他就希望涨了啊，买了之后就不能再跌了，再跌他也不高兴了。所以我说啊，就是既有关系也没关系。什么叫没关系呢？没关系就是，哎，如果你买了一套房，你是全款买的，别管你是投资还是自己住。它跌了吧，好像你时间长了你就那个接受了，你就不以为然了。为什么呢？因为没人跟你要钱呢，银行也不给你打电话让你补款，对吧？时间长了，你只要不关注房地产的信息，你发现也还好啊，没什么大不了，那是账面损失。如果你就根本没买房，那你也不用担心啊。所以说啊，这个房价涨跌啊，跟韭菜跟咱们其实有关系也没关系。那至于什么时候有关系呢？对吧？这个专家说的啊，这房价未来无论是涨还是跌，我觉得都有可能，对吧？你现在比如说均价16000一平米，未来20年涨到8万一平米，很有可能。通胀嘛，货币贬值，对吧？放水很有可能。但问题是，那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是打算现在买吗？你要现在买的话，你要考虑考虑你能不能坚持到8年以后、10年以后。哎，你很有可能在半路上你就被干掉了，为什么呢？对吧？因为你用的是高杠杆，对吧？你是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借着首付，然后去买的房，完了之后自己挣钱就还按揭。好了，明年你一失业，对吧？或者后年一失业，这个房价专家可没有说明年就涨啊，专家也没说后年就涨，鬼知道是什么时候涨，保不齐啊，对吧？10年以后涨，突然翻几倍。问题你要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坚持不到那时候啊，对吧？这房价下跌过程中，很多人就已经爆雷了。你说许老板他能不能坚持到20年以后？他坚持不到啊。融创、碧桂园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所以说我们不要执着于执迷于说房价涨还是跌，你赌房价涨还是跌没有意义啊。你关键你要赌你自己，你能不能扛过这个风险？哎，如果你现在手上有钱，对吧？全款买房，我根本就不在乎它涨还是跌。未来2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它肯定要涨。那好，那我现在就买了，买完之后我就不管它了，爱咋地咋地，这个也挺好的，对吧？这是也就是说你要认为未来房价要涨，对吧？那你现在该怎么做？你不能加杠杆去买房，对吧？你是根据自身的这种抗风险能力来决定。那如果你认为未来房价还要跌，对吧？现在是新房价格16000，你认为它会跌到6000，那你就等呗。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你把你唯一的一套房也要卖掉呢？就是你现在住的这房你卖，你什么时候卖呢？这也是充满风险啊。如果你这套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现在房价在跌，很有可能的房子的残值都已经快要覆盖不了你那个银行贷款了，那你怎么办？你要卖的话很有可能你一卖完它房价不跌了，你要不卖吧，它还要跌。所以你怎么办？还得看你自己抗风险能力，对吧？如果你觉得你压力太大，你不能保证你的工作，对吧？你不能保证你有稳定的现金流，哎，这个时候你说你有机会把它卖掉，我不想背这个负担，那也可以。但是那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万一它后面它不跌了，甚至还要涨一点，你也不能抱怨了。所以我觉得真正关心房价涨还是跌的，第一个是炒房的人，那他们是最关心炒房的人。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那些虽然他不是炒房，他也只有一套房，而且还很像刚需房，但是他钱不够，对吧？他要到处凑钱去凑首付，完了自己还按揭，这个压力非常大，这种人也比较关心。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纠结入专家说的这个房价未来涨还是跌。你要从这个历史大周期来说它未来肯定要涨。我可以闭着眼说房价要涨，对吧？你现在是新房价格是16000，10年以后或者20年以后，总之你会见到10万一平米的时候就是均价。问题是这个对咱们有什么意义呢？未来房价要涨，但是你倒在黎明之前了，那不是更惨吗？所以我一直说什么时候房价见底呢？你就看那些炒房的鸦雀无声，对吧？好多人这个破产，好多人走上天台，你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说这个房价差不多了，否则的话很难言底你说未来涨不涨？未来我说一定会涨，10倍、20倍都有可能，一定会涨得你目瞪口呆，这没毛病对吧？你把现在的房价和清朝的时候房价算一下，是不是涨了？对吧？你把现在的房价你折合大唐盛世的时候那个房价
你算一下涨了多少倍啊？对吧？你把现在的房价你折合一下，你跟40年前比，就现在啊跌成这样了，它跟40年前比，那还是涨了很多啊。所以说啊，这个房价涨还是跌，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你自己本人的这个抗风险能力，不要死在杠杆之下。哎，如果是确定的啊，这个房价是在上涨的这个周期里面，哎，你说你加杠杆，这个你赢得人生，你是赢家，对吧？但是你说现在在下行周期里面，不要动杠杆，你动杠杆就是赌博。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